大家好，又係我宗旨人，睇片前請訂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，留言同埋順手 share 俾多啲朋友，多謝晒大家。恒基集團創辦人李兆基博士喺今年3月17日離世。上星期日4月27日，同過去嘅星期一已完成出殯儀式。恒基集團會安排喺5月1號至5號，會開放位於中環嘅 Henderson 頂層宴會廳 Cloud 39，舉辦一個名為李兆基博士紀念展，和光同塵。紀念展將首次公開四叔嘅私人珍藏同埋真跡，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參觀下。地點好易嚟，位置喺美利道2號，隔籬就係遮打花園。呢棟大廈相當之流線，以前喺金鐘返工時睇住佢起，嗰時覺得好似唔同大小嘅啤酒樽倒轉動起嚟一樣，加上英文名好似 Heineken， 我自己就叫佢做希力大廈。今次展出四叔嘅私人珍藏同埋好多佢嘅真跡，除咗有跟咗四叔幾十年嘅金稱，當年係喺家鄉金鋪順德帶嚟香港，仲有四叔日常隨身攜帶嘅陀錶，另外有賀孫仔8日嘅手寫詞、家傳腰帶等等，仲有四叔佢生前嘅辦公室場景，可以感受下做幾百億生意嘅氣場。除咗展出物品之外，可以參觀下個藝術花園，有個大型繡球蔥花雕塑，真係值得一睇。要嚟呢個紀念展，首先就要去網站登記，我係上星期5登記嘅。如果大家想親身嚟體驗一下，我會放條連結喺資訊欄。我睇恒基網頁就顯示得返4號同5號仲有得預約。睇片時，我哋不如回顧下四叔李兆基一生嘅成就。喺香港商界，李兆基四叔嘅尊稱無人不識。呢位1928年喺順德出世嘅商業奇才，用佢傳奇一生，見證住香港由戰後重建到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整個歷程。佢嘅故事要喺佢細個喺金鋪做學徒講起。順德大良鎮嘅一間金鋪，就係少年李兆基嘅商業啟蒙地。12歲嘅佢已經落鋪幫手，日復一日咁學習鑑別黃金成色同埋鑄造金飾。呢段經歷練就咗佢對數字同埋價值嘅敏銳觸覺。喺抗日時期，10幾歲嘅四叔仲諗到條絕世好橋，就係專收好殘舊嘅紙幣，清潔翻新之後再轉手賣出。雖然呢啲小生意規模唔大，但已經展現出佢個人嘅商業頭腦。係咪醒目仔先？1948年，20歲嘅四叔帶住1000蚊港紙落咗嚟到香港。初時嘅佢喺上環一帶做一啲外匯同黃金買賣，後來轉做五金生意。當時嘅香港正所謂百廢待興，四叔每日都要同唔同嘅生意佬打交道，就係呢啲經歷令佢累積咗唔少寶貴人脈同商業經驗。50年代嘅香港人口增長得好快，住屋需求龐大。四叔睇準地產呢個發展潛力，喺1958年同郭德成、馮景禧合資創辦永業企業。佢哋首創分層出售、10年分期付款嘅賣樓方式，成功吸引大批中產買家。呢個創新嘅銷售模式成為香港地產業嘅重要里程碑。63年，3位拍檔更上一層樓，創立新鴻基地產。佢哋有個綽號叫做地產三劍俠。新鴻基專攻中小型住宅，以貨如輪轉嘅策略快速發展，而四叔主要負責土地收購同埋項目策劃。憑住佢精明嘅頭腦同談判技巧，經常能夠以超低價購入優質地皮。72年新鴻基上市時，已經成為地產界龍頭。新鴻基上市之後，3位創辦人決定各自發展。馮景禧賣晒手上新鴻基公司嘅股票，成立新鴻基證券交易公司。而四叔喺1975年自立門戶，成立咗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。四叔嘅經營策略獨樹一幟，唔中意同人高價搶政府地，反而專攻農地同收購舊樓。最經典嘅係佢喺美加中文報紙登廣告，吸引海外華僑出售香港舊樓。呢一招隔山買牛，令恒基以低成本儲備咗大量土地。1981年，恒基兆業正式喺香港上市。除咗地產，四叔繼續擴張佢嘅商業版圖，收購咗中華煤氣有限公司。當時好多人覺得煤氣係夕陽行業，
但四叔就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商機。80年代係恒基急速擴張嘅時期，四叔將煤氣同地產業務完美結合。恒基起樓時順便鋪埋煤氣管道，新樓盤自然用煤氣。佢仲將煤氣管道鋪到全港各區，又推出煤氣爐具套餐一條龍服務，令其他對手完全冇得鬥。最經典係當年太古城同黃埔花園，全部都用煤氣，其他發展商根本冇得揀。83年，煤氣公司股價已經由1蚊升到5蚊，升足5倍，證明咗四叔嘅眼光，佩服佩服。折合港幣1200億，被譽為亞洲首富。2000年後，四叔嘅商業眼光繼續領先市場。喺04年成立兆基財經企業，私人管理超過500億港元資金。2007年港股大牛市時，佢更大膽預測恒指會升到4萬點。可惜一個金融海嘯，成個世界翻天覆地，始終未能實現。但展現咗佢對市場嘅無限信心。喺慈善方面，四叔同樣落力，佢捐出元朗馬田博農地興建青年宿舍，又向北京大學捐贈2億元興建李兆基人民學院。2006年再啟動百萬農民培訓計劃，幫助內地農村發展。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嘅態度，喺07年仲被獲頒香港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。2010年後，四叔開始部署接班。15年，佢將內地業務交俾大仔李家傑，而香港業務就由細仔李嘉誠負責。19年，91歲嘅四叔正式退休，結束咗佢超過70年嘅商業生涯。退休後嘅四叔依然心繫社會。喺2016年，樓價高企不下，佢提出300尺買100萬嘅房屋計劃，希望幫助年輕人上車同劏房問題。當時我諗，咁細間點住？但之後，無論政府同私人起嘅單位，可以去到200尺唔夠，不停打破下限。雖然最終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，係可惜嘅，但反映咗佢對香港社會嘅關懷。2025年3月17日，四叔喺山頂豪宅安詳離世，享年97歲。香港特首李家超讚譽佢為傑出商界領袖。雖然四叔離開咗，但恒基系股價依然保持穩定，證明安排接班非常之妥善。回顧四叔嘅一生，由順德金鋪學徒到香港地產大亨，佢嘅故事正正體現咗香港人嘅拼搏精神。佢教識我哋眼光要放遠，唔好局限於眼前，創新係成功嘅關鍵。賺錢之餘要回歸社會。今日當我哋用煤氣煮飯，住喺恒基發展嘅樓宇，行過中環 IFC 時，都不期然會諗起呢位傳奇人物。四叔李兆基雖然離開咗，但佢留下嘅商業智慧同奮鬥精神，將繼續激勵一代又一代嘅香港人。好，唔阻大家，請繼續收睇落去。
上一代香港嘅地產大亨隨時代巨輪相繼咁離去，而恒基嚟緊仲要面對大挑戰，就係喺2021年以508億破紀錄投翻嚟嘅中環新海濱商業地王項目，講到最快都要下年先有2個項目登場，但今日行過仲係地基工程喎。近日市傳言話新鴻基財困，要急急套現賣樓，係咪真？我唔知。但香港樓價係咪走下坡？客觀啲睇，我絕對相信。而甲級商廈空置率今年3月達16.3%，就咁睇落去都已經好大嘅窿味。四叔真係要多多保佑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。下次見。